来继续来看南投草屯南开科技大学来举办着就业杯参理服务技能的竞赛，全国将近有100个选手来参赛。这项的比赛嘛得到几啊间企业的认同甲协助，做伙来提升着学生就业的竞争力。 选手分做2个所在比赛，旁盘甲房务经理服务，除了注重服装仪容，即嘛比速度甲比专业。我的速度应该再提升一点，因为速度还是比之前练习的还要慢一点，然后美观应该还要再更完整一点。 南开就业杯参理服务技能竞赛今年是第2年举办，来自全国各地大专甲高中级的选手有几百人参加甲交流。不要太紧张，然后去注意人家怎么样，就是慢慢来，慢慢做就可以了。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一些做得不好，或别人哪里做得不太好，我们就可以知道应该怎么改进。 学校推动参理课程已经真侪档啊，创新实务的教学，并且加入产业资源，拢是希望讲帮助学生有更较好的发展。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hat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